正大册城之前传出讲，花莲还有台南店8月底被收起来。不过，即马册店是上界新的公告，讲会继续营运落去。不过，实体册店受到网络冲击，创办人也表示讲，册店未来爱转型。那台南市文化局表示讲，会甲册店买新册推广活动，做回来支持实体册店。徛伫册柜头前，献家己兴趣的册。黄门正大册城台南甲花莲店传出月底要关起来，各界拢真关心，嘛互因真侪鼓励。即摆册店决定要继续经营落去，嘛推出专管7.3折的优惠，互人客。正大册城的创办人李明辉表示，册店多元经营是未来趋势，嘛一定爱转型。但继续恶化落去，拢无改善。伊估计全台册店会关甲剩250间。就是要拉近人与人的距离。更加频繁的办一些作者还是议题性的对谈，就是他作者跟读者之间是应当有心灵上的沟通。希望他继续在，因为他其实不只是一个购书的商业行为，还可以提供应该说一个城市的风景吧。最主要还是要营造整个台南市民的那个阅读环境。面对数位时代，实体册店就歹做生意，台南市文化局嘛用行动支持业者，因为图书馆若要买大量的新册，就要公开招标，委托代理商来订册，来来回回爱2个月。这个月开始，文化局甲无共的实体册店买一寡册，帮助因维持落去。另外嘛安排各领域的头人带民众踅册店买册。一方面，这个书的主题清楚，也具有一种推动阅读的效果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加速新书的购置，它也可以实质的挹注了这个我们实体书店的这个营收跟经营。目前台南实体册店有52间。文化局指出，册店是城市重要的文化空间，甲人文场所。因计划未来会以阅读推广甲活动参册店合作。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。